咁最近咧，我發現喺啲短視頻平台上邊咧，出現咗好多嘅一啲低價精裝二手樓啦。咁呢啲房源究竟係真定假呢？係咪國內呢一邊一路存在嘅一啲串串房呢？今期呢一條視頻咧，教大家點樣去判定啦。咁首先第一個咩叫做串串房呢？通俗啲嚟講嘅話，就係炒房客，俗稱炒家啦。咁用低價收翻嚟嘅舊樓啦，低成本嘅一個速成裝修啦，再用翻高嘅價錢去轉賣翻出去，賺翻呢一個差價嘅。職業嘅炒家咧，會用市場價嘅7到8折咧，甚至更低嘅一個價錢收啲二手樓或者咧係有問題嘅房源翻嚟，再使個1到3萬蚊嘅一個廉價裝修，用料7到20日嘅一個速成嘅一個員工裝修啦，統一嘅一個網紅奶油風啦，簡約嘅一個樣板風啦，全屋咧都係全新另入住嘅，冇任何住人一啲痕跡噶啦。咁對外嘅一個仿稱咧就係自己住精裝修，業主咧依家忍痛割愛咁樣急售噶啦。其實裝修嘅溢價咧都已經計入咗呢一層樓嘅房價入邊噶啦。一套樓憑空咁樣賺多幾萬蚊，甚至10幾萬嘅一個差價。呢一種行業入邊咧，亦都係叫做精裝毒藥房，白血病嘅 VIP 套餐啦。呢一啲串串房通常會有啲咩特徵呢？全屋嘅一個同款裝修啦，全新冇住過人啦。賣樓咧，亦都唔係話原房產證嘅戶主咧，無法提供裝修嘅一啲票據等呢一啲問題啦。你以為咁樣咧就可以完全杜絕啦？其實唔係嘅。先將呢一條視頻點翻個 like， 加翻個關注，再收藏起身，慢慢睇下。我先講翻串串房嘅5大危害啦，再教翻大家用7個小妙招直接杜絕翻我哋串串房啦。今期嘅一個視頻咧，全部都係乾貨嚟嘅，一定咧要睇到最後啦。我先講串串房嘅5大危害啦。第一個，裝修嘅一個劇毒超標啦，損害全家人嘅一個身體健康啦。全屋低價嘅一個密度板啦，劣質嘅一個膠水啦，再加上雜牌嘅一啲乳膠漆啦，三冇嘅一個軟裝啦，裝修員工直接掛牌噶啦。零通風、零散微、甲醛TVOC 超標3到10倍咧係常態嚟嘅。入住後咧容易反覆咁樣去咳嗽啦、鼻炎啦、皮膚過敏、頭暈啦等呢啲症狀。如果屋企有老人家、小朋友、孕婦嘅話，呢一個係風險最高噶啦。長期居住嘅話係損傷我哋一個造血同埋呼吸系統嘅。因此咧亦都係被戲稱白血病套房啦。部分嘅房源咧會靠啲劣質嘅香薰掩蓋翻呢一啲刺鼻嘅一個毒氣啦，聞唔到味道嘅話，唔代表係環保達標嚇。第二個，水電防水偷工減料，暗藏火災同埋漏水嘅一個隱瞞啦。隱蔽嘅一個工程全都係慳切嘅。電線咧全部係飛鏢啲細線啦，亂拉亂接唔套管。廚房嗰邊咧基本上係冇做呢一個防水嘅工序噶啦。水管咧亦都係用翻超薄嘅一啲雜牌啦。入住之後後期使用大功率嘅電器嘅話，容易引起短路起火，全屋跳閘啦。廚圍嗰邊咧係滲水啦，自家嘅一個地板泡水啦，作為你樓下鄰居嘅天花板，一次泡水嘅話，維修輕則咧幾千上萬噶啦。串串房賣完之後嘅話，基本上都係失聯嘅。損失咧係全部有購房者埋單啦。劣質嘅一個用料啦，短期大面積嘅一個破損啦，重新裝修嘅成本咧會更高嘅。牆面嘅一個劣質泥紙啦，受潮之後起皮開裂，地板嘅一個空鼓脫落，櫃門嘅一個變形關唔實。門窗五金嗰邊嘅話，一碰就壞嘅。大多數入住咗半年到1年咧，會集中爆發呢一啲問題嘅。全屋翻新嘅一個造價咧係遠超當初嘅。慳出嚟嘅一個裝修溢價咧，等於變相使多錢做2次裝修啦。第四個，房價虛高嘅一個溢價啦，買房嘅就白白多臨呢幾萬蚊嘅冤枉錢啦。炒家裝修僅用咗2萬蚊，賣樓嘅時候咧直接抬高4到8萬，精裝溢價全部咧都係由買家呢邊埋單啦。同小區毛坯加自己住嘅一個簡單精裝嘅房型總價更低。買串串樓嘅話，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幫佢接盤啦。買
日後賣翻出去嘅話，都非常之難賣嘅。就算賣得出去，都好難賣到高價噶啦。咁啊，第五個產權嘅一個交易套路深啦，質量問題嘅話，亦都維權無門噶啦。簽約咧，大多數唔係房產證嘅本人嘅，串房咧手持委託師代簽噶啦，瘋狂催促快啲落訂啦，迴避翻呢一個房源嘅過往歷史嘅。交房之後咧，發現甲醛超標漏水、牆體開裂，咁原業主串中介三方咧係互相咁樣甩鍋噶啦。咁同裝修嗰邊嘅話，亦都冇一個質量保證啦。咁就算係維權嘅話，又耗時又耗力啦，亦都係非常之難嘅啦。咁第三個亦都係最後一個7個實用嘅一個避坑方法嚟噶啦。睇樓逐個咁樣對照嚟，一定唔會踩坑噶啦。咁第一個查產權人啦，要求房產證加原件房產證嘅本人咧必須要到場簽約代持賣樓嘅咧，大額全權委託賣樓嘅嗰個嘅話，基本上呢一啲咧一定要高度警惕啦噶。短期頻繁過戶嘅話，基本上咧都係呢一個串房噶啦。咁第二個查裝修憑證，索要翻裝修合同啦，材料嘅一個採購清單啦，家電嘅一個發票啦，自己裝修嘅話基本上都會有嘅。串嘅話基本上係攞唔出任何嘅證據嘅。咁第三個睇裝修風格，同小區多套房源一模一樣嘅一個奶油風啦、網紅精裝啦、全屋嘅一個同款家具啦，批量嘅一個樣板間式嘅，基本上咧就係串房嚟噶啦。咁第四個查居住痕跡啦。廚房冇油煙啦，廚櫃咧都係全身保護微絲膜嘅。陽台咧都冇生活啲雜物嘅。全屋咧係零入住個痕跡，90%咧都係翻新嘅一啲新房嚟噶啦。第五個驗用料嘅一個細節啦，打開衣櫃嘅一個背面裁板，睇翻呢一個用板嘅一個密度啦。全屋嘅水龍頭家電等等呢一啲，如果話係大品牌極少嘅話，基本上都係串房啦。第六個氣味加簡易嘅一個檢測啦。閂實門窗15分鐘，入去再聞到刺鼻嘅話，加埋心門嘅話，自己去準備好呢一個甲醛嘅檢測盒啦。超標嘅話直接放棄得噶啦。第七個交房前嘅一個備水加驗水電啦。簽約嗰度寫明啦，交房後交房之前廚衛嗰邊咧要做48小時嘅一個備水試驗啦。再付翻尾款。如果唔通過嘅話，就直接放棄噶啦。以上呢一啲咧，全部都係我從業房產行業10年換來嘅一個經驗嘅。今日咧一次過咁樣同大家分享出嚟啦。中山買樓你啱好需要，我呢邊咧亦都啱好專業，交翻個朋友，日後買樓咧亦都唔使愁噶啦。今期嘅一個節目內容咧就到呢一度噶啦。我哋下一期再見啦，拜拜。